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刘应业牧师。8月19号，爱之深，责之切。耶利米书30章1到24节，其中第11节这样说：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要拯救你们，我要消灭那些我放逐你们去的国家，但我不消灭你们。我要照你们应得的管教你们，不会灭绝你们。这个好像回应了昨天的经文29章11节，大家还记得吗？那句我们所熟悉带给我们盼望的经文这样说：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虽然耶和华说这句话的时候，直到那末后的指望是超过几十年，明确来讲是70年。而在这当中是等待的时候，我怎么样度过那个等待的时刻呢？我如何在那等待的时刻是有盼望，而且不再得罪神，是可以回转归向神的。现在即便这个在那苦难中，经文一开始到11节说被掳遭这个灾祸是一个拯救，然后这些的损伤受咒诅需要被惩治的，接下来到最后18节以及到最后归回重建是可以得荣耀的。也就是这是一个黑暗中的一个曙光，以色列人民不但会归回，更会重新建造一个复兴的城市，这是一个转化的现象。这是莫大的应许跟盼望，因为这个转化的过程中是需要时间，也需要这个人民的这个回转。那么在这里一再的所谓的这段经文就叫做安慰安慰的书卷甚至就是这个有学者讲到说，这个是安慰之书，是会从耶利米书今天的30章一直到33章，它是回应以赛亚40到55章的安慰之书，很类似就是我们在那困苦中的时候，神总是给我们他的话语来坚固我们的心也再一次来说神的拯救要恢复他们的理由，是因为神是公义也是慈爱，而这两个是不矛盾，是互相关联的。特别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活，这两个属性是其实它是很和谐的。怎么样的和谐？是要透过耶稣基督他的独生子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的罪付出代价来平衡的。原来这位公义的主，他是必定要跟我们算账因为他说话算话嘛。但是既然我们所犯的错，我们怎么办？我们哪里付得起？我们哪里是有办法去偿付这一些我们的罪孽呢？有一位救赎主耶稣基督，就是替我们带我们来偿，是因为他的慈爱。所以在这里有安慰。所以亲爱弟兄姐妹，当我们在困苦中，譬如说我们在我们去我的小孩去年冲浪他摔下来的时候，那个脚盘的大骨被那个这个滑水的滑板给切断起。当他断起痛的真的是没办法生活的时候医生给他的应许是3个月，3个月你就会好。所以在这3个月当中，他就忍痛，他知道他是有盼望的只要他好好的走路，走正路不要一拐一拐的所以亲爱弟兄姐妹，在我们得罪神，在恢复期的这个当中，神既然给我们有一个时间，我们是不是就是我们来这个守护守真道，走在主的真道中，我们忍耐到底，我们必然能够得救跟得胜。神的应许就在今天的话语里愿我们能够在主的应许上面，使我们可以活出那个末后的指望，因为主要与我们同在，要来拯救我们
我们一起来祷告。拯救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应许与我们同在，在这段不容易的时刻，主啊，你却一直与我们一起来努力，而且你给我们话语。因为主啊，你说你对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使我们有末后那个指望。我们凭着主你给我们的指望，主啊，我们每一天认真的活，为主来好好过。谢谢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因为我们今天靠着主的名，我们好好的生活，过得胜的生活。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给我们这个按订阅以及5星级的鼓励跟好评。我们明天见。